爱永不止息，生命教育台南巡回讲座13日来到了安南区和顺国小开讲。主讲人范静佳虽然身为唐氏症患者，但他永不退却，奋勇向前的努力，突破了自身的障碍，拿下特殊奥运游泳及独木舟等2项运动金牌，非常不容易。在运动员生涯中，当然都要开幕护旗手，代表点燃圣火，运动员宣誓。2011在希腊世界运动会闭幕典礼中，中华台北队解除运动员身份，与教练手牵手步上火地毯殊荣。这些范静佳是我的儿子，出生就是唐氏症哈，一路走来受到很多的激励，就像16年前我们就来过台南贵宝地，很怀念，也很高兴今天再到和顺国小来。和顺国小校长陈良图表示，静佳以个人的生命故事、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每个人，也希望透过他的故事，激励每位小朋友要持续向上。范静佳老师，用他个人的生命故事，然后到最后勇夺的奥运金牌，然后这样正面的故事来激励我们的小朋友，让每个人对于他的生命都有各自的精彩。我对范静佳老师十分的敬佩，因为他虽然是唐氏症的患者，可是度过人生的每一关，非常的努力。然后他的4个信念，我也觉得非常的棒。然后我非常谢谢静佳老师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学习。我觉得老师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有了解一下唐氏症患者的症状，然后他们就是有说，唐氏症宝宝其实有些是口齿不清的，没办法很清晰的，但是老师他可以讲话讲得还蛮清楚的，然后也可以让我知道这个内容，然后也很不容易。主办单位金车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曾青云表示，范静佳与妈妈黄桂英这16年来走遍全台演讲，吸引超过10万民众参与。基金会希望透过讲座，让听众获得启发，了解生命的意义，不要轻言放弃。16年来，已经有超过10万人听过静佳的演讲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，我们很期待所有的听讲者能够透过静佳，然后能够让他们得到一些启发，包括对生命的价值跟意义，还有对人生的不要放弃。爱永不止息生命教育台南巡回讲座5月13到5月15，分别在安南区的和顺国小、七股区光复实验小学、将军区的将军国小以及六甲区的六甲国小举行。范静佳持续用自己的生命故事感动每位参与的学生与家庭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